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7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而且突破了3500点，收盘有3500点，得而复失，最后是微跌。三大指数全天都冲高回落，沪指跌0.13%，创业板指数收盘是微涨，两市全天成交额1.51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多了500亿。这个从盘面看，个股是跌多涨少，一共是3300只个股下跌。工商银行等5只银行股再创历史新高，所以说这个指数才继续失真。这种情况下，它到4000点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银行股动一动，银行股再涨个10%、20%，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沪指会到多少？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工行现在只有几% 的股份是散户的，里面全是机构、保险资金、国家队、主力、各种基金扎堆，反正散户也不会去买，不敢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银行股、这个工行再翻1倍都有可能，一不做二不休，一直要拉到什么时候？拉到散户坐不住了，纷纷进去。所以指数已经全部失真。那其他的股票轮动，今天是你弹一下，明天是他弹一下，没有什么持续性的。简单点说，就是散户所希望的牛市来了，但是你想在里面赚钱，恐怕是想多了。金融股这银行板块它也不多涨，一天涨个3%，有的涨个2%，涨个1%，它明天它就回来，涨一天调个2、3天，每天你平均看每天的涨幅不多，但它确实是个慢牛走势。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幸你胆大，你买了银行股，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肯定赚钱了。你是走还是不走？你不走，下个月啊，这个时候你说不定你又整个的一看，你那个你的市值、你的账户又多了5%，一个月里面涨个5%，完全有可能。但是啊，一旦它回调，一旦它泡沫破了，它一天就能给你跌个10%，或者2天给你跌个15%，你这半年你这个赚的钱都没了。它就是这么个走法。你可以翻一翻茅台的走势，茅台里面锁了多少散户在里面，解套5万了，这一辈子恐怕也解不了套了。那只有割肉认输出局。今天在网上看到2个新闻，跟咱们当下的胡适也非常这个应景。首先就是一个 DeepSeek 说，根据金融投资报报道，本来预计今年5月就会更新换代的 DeepSeek R2， 说时间一拖再拖，让人浮想联翩。现在很多人甚至淡忘了 DeepSeek 问世时的辉煌，其使用率从年初的50%暴跌至目前的3%。我想这个大家恐怕都是深有体会。这个春节期间不都在用 DeepSeek 吗？对吧？你这样一打开的就是繁忙，服务器繁忙 ，DeepSeek 热度多热啊！现在你看大家还在用吗？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手机里面下了个 DeepSeek， 还有人用吗？你用它干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做节目说过，大家可以翻一翻我春节期间做的关于 DeepSeek 的节目。我说这玩意最后恐怕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个别人、特殊群体他们的一个工具，它不会成为一个现象级产品。大家都用，就像支付宝或者像微信或者像抖音这样的一个东西，人人都去刷它，它最后就变成一个工具，变成一部分人的工具，那么它必然它就变成一个按照工具去对待它。实际上它的先例就是 ChatGPT 刚出来多火，我说是在国内也是个春节，大家都在谈论它，但是过了2、3月无人问津，还有人谈吗？所以这个 DeepSeek 你看看现在使用率是50%，现在只有3%，这还没完。我记得那个 DeepSeek 后面出来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什么软件啊，叫马努斯，又是个 AI 独角兽。你要用，你不要先得有它的邀请码。我有印象，这个叫一码难求，那个邀请码炒了多少钱？结果也就是这家马努斯，根据这个金融界报道 ，AI 独角兽马努斯大裁员，120人团队仅留40人，迁至新加坡，估值5亿美元，却遭遇寒冬。7月8日消息，这个马努斯就是 AI 巨头，被曝对旗下部分国内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社交平台信息显示，其中国区原本120名员工，仅40余名核心技术人员迁往新加坡总部，其余员工面临被裁。公司给出 N+3 或2N 的赔偿方案。这个该说不说，他这个赔偿方案还是很不错的，人家不行了，但是走的还是比较潇洒的。N+3 或者是2N 的补偿，
但这也没多少钱，因为他整个公司才多少年，成立恐怕才1年，2N 也就是2个月。这个马努斯方面回应称，基于公司自身经营效率考量，决定对部分业务团队进行调整，未来会继续专注核心业务发展，提升整体运营效率。今年6月，其产品负责人张涛曾公开表示，公司已把总部从中国迁至新加坡。马努斯由初创公司蝴蝶效应在今年3月发布早期预览版，被称为全球首款通用智能体产品，曾掀起球马热潮。5月开放注册，并设3档收费计划，网友认为价格高。今年5月，其背后公司获7500万美元融资，估值达5亿美元，投资正在接受美财政部审查。这是金融界报道的。牛皮总有吹破的时候，你吹它，你有什么用？潮水退去，谁在裸泳？谁没有穿泳裤？我还记得这个年初疯狂的吹，挨着六小龙的那个地都能卖出高价。不知道现在杭州六小龙怎么样了？他就不能踏踏实实做点事，你最终还要露出原形。你看看，这跟胡适是不是一模一样？说实话，连一个幼儿，连这个祖国的花朵都不能很好的保护，已经20年代，现在都不能给儿童一个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就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还相信他有什么高科技？你不是想多了吗？你连儿童这个成长环境都搞不好，你觉得胡适这环境他能搞得好？他只能搞出个骗局，搞割韭菜啊！这个虽然说的有点绝对，但是你想一想，它是一个道理。连个4、5岁的孩子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你都提供不了，你对他搞的这么高科技，你居然深信不疑，哪来的自信呢？你对他打造的胡适所谓的慢牛，你也不深信不疑，你也认为你在里面能赚到钱，连这个祖国的花朵他都能下手，他都保护不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央视报道，央视告诉我们骗局，我们用央视的报道来看看。昨天啊，央视有个新闻报道，他说电诈新套路，不谈钱先送一部手机。说近期方女士在网上收到号称老同学的好友申请，对方称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了她，想加个好友叙叙旧。对方告诉方女士，自己现在是现役军官，并主动发来生活照和军官证照片。对方称要送方女士一部手机，可以在手机下载一款有保密功能聊天工具跟她联系。用这部手机联系后，男子继续引导方女士进行投资。2个多月时间里，方女士共投入50万元，随后便联系不上对方。大家看视频。51岁的方女士在网络平台浏览时，收到了一个添加好友的申请，对方自称是方女士的同学，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了她，想跟她加个好友叙叙旧。他告诉方女士，自己现在是一名现役军官，并主动发来了生活照和军官证的照片。事主当时看了之后，觉得时间隔得太长了，有点印象不清了。但是呢，看对方高大帅气这个形象，然后还是选择了相信对方。虽然没法确认是不是自己的同学，但方女士并不反感与照片上这个英俊帅气的男子在网络上聊天。对方呢会先是嘘寒问暖，问一些身体情况啊，这个平时生活工作情况，然后也会主动分享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随着聊天的深入，方女士慢慢喜欢上了这个温柔体贴的所谓军官，并渴望跟他早日见面。对此，对方表示，部队管理严格，见面并不容易，但2人可以视频聊天。有一次，双方进行了视频连线，然后事主呢一看这个对方视频里的这个人跟发过来照片的这个人感觉不太一样，就问对方怎么回事。对方就说当兵生活变化大，所以现在不长照片里的那个样子了。男子说，2人聊天时会有卡顿，他要送给方女士一部手机，在手机上，方女士可以下载一款专用的有保密功能的聊天工具跟他联系。为了获取事主信任，也想表达一下好感，显得自己很大方，就给事主主动说我给你寄一部手机，然后咱俩通过这个手机再进行下一步的聊天。随后，方女士收到了快递送来的手机，并在男子的远程指导下下载了专用的聊天工具。之后2人就用这部手机进行联系。一次聊天时，这名男子告诉方女士有个投资的机会，自己已经参与了，让她也跟着投钱，并诱导她在所谓的投资网站上绑定个人信息和银行卡账号。
事主在网上转了几笔钱之后，对方给他发了一个盈利的一个收款的图。这名男子呢就称每次在网上投资理财会有次数限制，会有限额情况，然后想让事主可以进行线下投资的方式，事主就答应了。方女士根据对方指示，分5次前往不同地点，与对方派遣的收钱人当面交付现金，再加上前期的线上转账，2个多月的时间里，方女士一共投入了50万元。可在这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接到方女士的报警后，北京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因为他们每次接金的金额都比较大，他们也会怕自己把这个钱拿走进行黑吃黑，所以也会有一名他们比较信任的或者干的时间长的骨干，然后去对他们进行监管。他的特征都是戴帽子，然后戴口罩，背一个包，比较善于伪装自己。然后我们得通过调取监控逐帧排查，最后寻找嫌疑人，再经落脚点。在确定嫌疑人的落脚点后，民警将线下取现人员抓获，随后又在福建某地抓获了另一名嫌疑人朱某。审讯中，朱某交代，受害人方女士收到的那部手机是她按照境外诈骗分子的要求，通过网络购买，并委托手机店寄给方女士的。她应该就属于这种外卖员的角色，帮助这个境外的奸诈分子们去做这些境内的这些跑腿业务。他以一个顾客的身份购买手机或者是鲜花或者是一些小的礼物，他要求这些正经的这些手机店呀、花店呀，然后送到这个事主的家中，然后来剥夺事主的这个芳心。这些地址都是由这个境外的这些诈骗分子们提供，他从中赚取这些利润，大概是人民币200到300元左右。嫌疑人朱某交代，境外的诈骗分子在与方女士聊天的过程中展示的军官证就是他伪造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这个犯罪分子的面容，应该都是在网上找的一些比较看着精神，然后再找一张这个军官证的照片，他进行这个照片之间的合成，然后再返回给这个境外的这个诈骗分子们，然后可能诈骗分子再通过这个照片来获取这些被害人的信任。在调查中，警方发现诈骗团伙的跑腿人员朱某委托正规商家向受害者寄送果篮、鲜花以及手机等礼物。这些受害人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为女性。那在采访中，警方告诉记者，诈骗分子寄送的这些鲜花、果篮甚至手机是专门为女性受害人定制的诱饵。诈骗分子呢给事主寄送手机的原因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通过这种小额的利益来博取进一步的信任。那第2点呢就是事主自身使用的这个手机很可能已经安装了反诈的 APP， 包括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啊，包括拦截功能的这个 APP， 而寄送的手机当中肯定是没有的。民警说，这是典型的网络交友类电信诈骗。诈骗的第一步就是对目标进行情感控制，要么伪装成军人来增加这个神秘感和这个安全感，要么呢就是伪装成这种这个公司的高管啊，来提升这个身价。在这种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嘘寒问暖，让这个受害人自信已经坠入到了爱情的这个泥沼当中。随后，境外的诈骗分子会以拥有特殊资源、掌握平台漏洞等说辞，谎称投资可获得高额回报，并让受害人见证自己丰厚的收益，然后诱导受害人跟投，从而实施诈骗。一开始，骗子一定会让受害人有这种小额提现成功，以此来增加这个信任感。那么，当这个受害人在这种爱情和这个真实的这种双重加持下，诱导受害人进行一个高额的投入。那最后呢，发现受害人已经无力再进行一个高额的这个就下一步的投资，或者是这个受害人自身发现这个大额提现并不能成功，然后出现这种异常情况的时候，诈骗分子就消失了。对此，警方提示，凡是声称有内幕、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诈骗，网络交友务必擦亮双眼。现在骗子都下本了，先给你寄一款手机，难道不要钱吗？这就是下本，这就是钓鱼的时候打窝啊，也有鱼饵。
这跟胡适一样，胡适现在给金融消费者一点点小甜头，这就像那个骗局，刚开始你小钱是能对付的，你投小钱能赚到钱，有很多人投个3万2万的，哎，一下你能赚个5%、10%，赚个2、3千，后面就膨胀了，他就后悔，他就投少了。如果投100万，那就赚20万，比他上班强多了。金融消费者胆子就这么大起来的，我胆子就这么大起来的。刚开始炒股我投了30万，我赚了3倍，我不是30%，是300%。我30万炒到100万，100多吧。如果要从最低点算起，那我都翻了10倍。就是我从30万赔到10万，我入市的时候一共是30万。那个30万相当于什么？就我那个年代啊，30万就是北京市5环外一套房。也很多人没有概念，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五环外的一套房就是30万。那个时候我一进去，好，直接就2/3没了。各种追涨杀跌啊，各种小道消息，各种 K 线分析，各种心得体会，各种前沿知识都一顿研究，对，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30万变成10万。好了，我非常失望，我就不看了。突然不是，大概过了1年多还2年，有2年时间我就不看它，装植物人，把炒股软件也给删掉了，账号也忘了，真正的做到了手中有股，心中无股。结果突然有一天是好像是股改，大家知道吗？我炒股的时候，那时候股票是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咱们炒的叫流通股，那个大股东那股票是非流通股，不能拿出来卖的。后来这个大股东他的股票也要卖，所以他就给这个流通股有一个叫补偿，叫股改。结果股改一来，牛市来了。我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把我账号一打开一看，我解套了，还赚钱了，从10万他自己涨到30万，这个过程我自己不知道。后来我又复活啊，觉得自己又行了，正好赶上确实是牛市，我就把以前失败的经验进行一总结。我发现我不能炒，我得买一只股票长线拿着不动，所以当时挑了一只股票，就是江淮汽车，当时3块钱，我正好买10万股，10万股多一点，我一直拿着，结果江淮汽车好像半年还是1年就涨到12块，我一直拿着不动，任它怎么涨怎么跌，我就是不动。从30，我的账户就变成110万吧。实际上到100万的时候，90多万的时候，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这个钱少了点啊，觉得没意思。一个涨停才9万块或者10万块，如果我要再投点钱，所以那个时候还加仓，我加仓他也赚了钱，我记得我加了几十万。好了，后面就赶上530，不仅不赚钱还赔钱了，因为我加了仓。530好像好几个跌停吧，血流成河啊！这我这1年赚的钱全几天就没了。其实你要动作快也能跑得掉，第一天或者第2天直接跌停板的价格卖，能走，就手要快。但是那个时候你走不掉，你总觉得有侥幸心理，你觉得它2个跌停了，它还能跌吗？不应该吧？今天怎么着还要反弹吧？那个时候完全是思维都是反过来的，就总想着还抄底，因为你在巨大的牛市惯性里面还是牛市思维，你总觉得这个是洗盘。3个跌停的时候就想着还这个真的要抄底了，结果第4个跌停，第5个跌停，真正该抄底的时候不敢抄了。人就是这么背，你看看牛市一样的会赔钱，而且赔得更狠。这就是现在炒银行股的人你要注意的风险。也就是你现在看肯定是赚钱了，你现在面临的是加仓还是不加仓？不加仓我觉得意犹未尽，买少了，炒到最后银行股一波牛市过去了，你才赚个几万块，你总觉得对不起自己，胆太小了。勇敢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现在没进银行股的在琢磨是不是要进，进来的现在琢磨是不是要加仓，加了仓的在琢磨是不是还要加更多。最终哪一天突然来一个拐点到了，一下跌全部套住，你也别想跑，你跑不了。现在的这个环境不一样了，因为现在退市的力度加大，有的股票你一旦拿住之后它真退市，那你真是血本无归。如果你要再搞什么植物人战法装死，你是不行的。我们那个时候过去是可以装死，因为过去1年就退不了1、2只，而且那股票一旦 ST 了，那简直还爆炒，这是专门炒垃圾股的。现在不行了，如果你不幸买了一只股票被套住，你说我也装死，那保不齐是真死了，因为他也可能要退市。我们再看看这胡一进老师，今天关于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胡一进老师连发2个微博。我看了一下他的微博的核心就是什么？核心就是官方的已经通报了。胡一进老师对官方这个通报
他是持相信态度的，深信不疑。他认为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么个事情在全国影响这么大，当地官府、政府，还有当地的主管部门，还有很多专家，不可能为了这个事情把自己职业生涯、政治生涯赌在这上面去弄虚作假。如果某一个部门要弄虚作假，别的部门没有理由去帮他。如果你这个天水地方政府的官员造假，那甘肃省的人不愿意帮你，或者国家卫健委的人不一定帮你。也胡锡进老师的逻辑就认为这个事情影响太大，不会大家一起串通起来弄虚作假，这是他的核心。胡锡进老师忘了，胡锡进老师应该设想，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控制一切？存在不存在这样的一股力量，或者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人？答案恐怕大家心里都有数。有没有一只大手可以掌控一切的？我对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我对官方的这个通报，我是持怀疑态度。但是有没有直接证据就证明他那通报是错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那毕竟咱们只是坐在这儿，在电脑前面，你又不在现场，你又拿不到一手资料，你也不能像调查记者去调查，大家只是在这儿根据网上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逻辑、这常识去推理，只是觉得他是通报有问题，他不敢说漏洞百出吧，至少好多地方能说清楚而不说清楚，那就说明他有问题。我在上午我做了一个节目，我那个节目肯定很多人都看了，我节目里面就已经对这个官方的通报提出质疑。首先第一个就是厨师他为什么要买这个叫涂料颜料放在这个做发糕，他的动机是什么？符合逻辑的是什么？符合逻辑的是园长是投资人要求指示这个厨师，你去怎么样把这个发糕做得更好看，吸引更多的小孩来入园。你说一个厨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主动发起，这个你不好解释，那你把这解释清楚。第二个，拿工业或者拿涂料颜料去做这个糕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一天或者哪个月？这个说不清楚吗？能说清楚而不说，就说明有问题。因为他一旦要说的是2022年10月份开始的，那就有很多人恐怕是人家说那就会牵扯到更多的小孩，因为很多小孩都已经上小学了。如果他说2024年10月份开始的，那很多2023年的入园的小孩，人家查出来恐怕也有问题，那你就解释不了了。当然我还有其他的观点，但是网上这个油管上也有个小可爱他的评论可以说让我非常失望。他说我把这个评论管子上置顶了，他说19年前铅中毒也是投毒吗？幼儿园附近白银集团铅矿中转站，这不能说明问题吗？彩色食品添加剂非常便宜，要用有毒的工业颜料，有这么傻吗？动机何在？他说这个我倒无所谓，对吧？这个是你的疑问。他后面就开始他说你不想说实情，就不要做这期漏洞百出的节目。看你节目好几年了，今天非常失望。就这种傻逼，我是最恨的，就这种人。他动不动我看你节目多少年了，我很失望。这谁让你看的？你看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你还这种水平，你是在羞辱我，不是在羞辱你自己。你这智商就这样，无所谓。你是在羞辱我，你一直在坚持不懈的看节目，完了之后看着还脑子看成这样，那你不是在羞辱我吗？什么看你节目好几年了，我按你这个智商，我看你跟你妈说了好几年，我都信。不是说我骂你，你不想说实情就不要做这期漏洞百出的节目。哪儿漏洞百出了？节目你看完了吗？就是这种人，典型的他只能看3分钟，3分钟都看不完，也就是他只能看一些口号，你得告诉他一句结论就完了。他需要口号，他需要那种结论，他不需要你什么你说是，他那个脑子是接受不了这个逻辑常识去分析，他要的是你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你要骂他，你骂谁？这种人为什么现在咱们这个中国的事情难办？恰恰就是这种人太多，他以为自己很正义，但是他又缺乏那种叫理性分析的能力，他只能接受口号。所以说义和团来了，他就是义和团；红卫兵来了，他就是红卫兵，他就是太平天国，没有任何障碍，他能无缝切换，因为他就是这种运动的土壤。所以说这种人如果不除，如果我们身边都是这种人，这个国家好不了，你怎么改都没用，因为他存在的价值就是被人利用，他没有办法独立思考，他看谁的口号喊得响，谁喊得更像，更显得似乎更正义，更符合他的，他就叫随波逐流，他就附和，他没有办法说自己说
我去考虑考虑，我想一想，不能人云亦云。但是这样的人，他反而他自己觉得自己无比的这个什么正义，站在道德制高点，但是他又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那你说这不就是个祸害吗？就像一个智商不全的人抱着一把冲锋枪，或者是一个智商不全的人拿着这个核按钮，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我一直说，就是这样的人，如果说大量的存在我们身边，实际上这是好不了。这就是天水这个幼儿园铅中毒的背景，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的人太多，所以他好不了。如果你想改善生活，这我在节目最后我也这么说的，如果你想改善生活啊，你就要远离这种浓度高的这种地方，就这种人比例高，你要远离这种地方，无脑的太多，这种人比例越高，那个地方越好不了。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